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在妈妈。最近台湾品牌的呼叫器 BB 扣在国外爆炸，这是一件世界新闻。真侪人听到的时阵想到的应该是现在是什么时代啊？他还有人在用 BB 扣，少年人应该不捌看过这项物件。在英国也无手机的时阵，台湾嘛有一段时间足侪人在用的。这个 BB 扣是咧找人的时阵用，不过不是干那安尼。英国台湾人安怎使用 BB 扣，摕来做啥物？现在足侪人抓准 BB 扣的时间无真长，也无10天就改用手机啊。其实为台湾正式进口头一批的 BB 扣，1977年一直到中华电信正式宣布停止 BB 扣服务，2011年为头到尾是30多天。不过大家用的时间敢若无遐尼久，这是有原因的。过去政府对所有的电信领域、通信的行业拢有管制，是想要买拢买无。1970年代、1980年代，也有个是交通部的电信局在管。即马咱知影的中华电信是电信局为1996年豆啊公司化，一直到2005年才全部改做民营。所以头一批进口的 BB 扣是真少人摕到。新闻有写讲，迄时是要軛唱美国，因为 BB 扣上大生大量使用的是伫病院内底，所以进入来予台湾的医生使用。就是病院内底若要找医生的时阵会较紧。台湾是一直到解严了，电话也是政府的管制。毋过若看遐个报纸新闻，为1988年左右开始，甲 BB 扣有关系的新闻就变侪啊。一款新闻是咧报犯法的代志，像讲应招站因会用 BB 扣伫全台湾做生意。抑个较接看到的新闻是，大家拢咧嫌讲要办一支电话要申请 BB 扣足困难的。迄当有2万多人是已经有电话号码，只是无电话机啊。所以伫外口或者黄牛机的电话是袂少。抑过来 BB 扣伫迄时是申請了就要等候半冬了才排會到，才有通用。而且1988年的新聞就講，排隊要申請 BB 扣的人超過10萬人。迄當陣台灣經濟已經變好，袂少公司攏講安尼因無法度做生意。做股票的證券公司嘛攏嫌講因的電話永遠都無夠通用。這個細細一台的 BB 叫的機械或者 BB 扣，伊真正式的名或者無線電叫人業務，伊的發展足緊，為敢若會比到會當看到數字，也過來會當有中文字，刷落來就變做像即馬看會到螢幕。會當收一寡信息，嘛會當收 email。頭起先是較大台，哪做哪細台，而且變化是愈來愈濟。為一台細台機械做到尾啊，嘛有做像手錶的型。因為這項物件足方便的，所以到1990年就已經有100萬人在使用，後來有增加到300萬人以上。迄時市內電話嘛才700萬台 ，BB 扣一檔的收益有超過100億。對咧賺錢的是公共電話，因為大家若收到信息了，愛緊找一個電話通卡轉去。代替為着要互民眾坐火車的時陣接到 BB 扣，就會當隨卡電話。佮特別佇自強號頂面350節車廂，就設一台錄錢會當卡的行動電話。毋過因為誠貴，基本收費就要20塊，所以生意無偌好。有新的科技出現，就有人會動腦筋，要安怎用？
安怎做生意赚钱，也是安怎摕来骗人。嘛捌发生过讲，电信局内底人员来几通外鬼，甲已经作废的米米裤改咧，佮加一组密码入去，摕出去卖。迄时呼叫的范围嘛有分一区也是全区，所以内面的人员嘛会当甲申请一区的米米裤改做全区拢会当叫人。米米裤登记伫电脑系统内底是两组号码，一组是外码，就是讲外面敲电话敲互即个米米裤的号码，伊也阁有一组是叫做内码，就是伫即台机械内底才看会到的。有人若敲电话咧叫的时阵，电脑系统会先去找对应即个号码的机械的内码是伫倒一区，才阁甲即组内码送去发射台传出去。安尼内面设定即组号码的米米裤才会弹。结果就发生电信局内底的人是入去电脑系统内底去修改这的资料，像讲互一区的变做全区拢会使用，也是已经停用的机啊，佮重新互伊一个内码摕出去外口卖，也佮有足侪是去捡来的，也是去偷摕来的米米裤，嘛会当改装才佮摕出去卖。这是头起先米米裤要买也买袂着，足贵的时阵，后来就演变出互人 copy 去的米米裤，就是迄种家己去买的时阵，互人骗，毋知影共款即组号码已经卖互真侪人啊，所以伊若买即组号码了，伊会时常看到无熟悉的电话敲互伊，这是毋知的。也嘛有人知影，是为着要省即个月费，就申请一组号码，互足侪人用。像讲公司单位为着要省钱，就买一组号码，分做15台机械来使用。也若安尼要找一个人的时阵，即15台米米裤会同一个时阵用。后来嘛捌发生高中的学生，因是规班用同一个号码，因为安尼只要付一支的钱就好啊。电信局为着要防止大家去 copy， 嘛有想出伊的方法。因后来若发现讲，连续3天同一个号码就会收到50通电话以上，就会通知因叫来换即个内底号码。换了若是继续也是遮尔济，会阁换即个外码。也若换了，拢总要是继续足侪通电话的时阵，伊就会当做讲这是互人 copy 去的，就会甲停用。较趣味的是，联考的时阵利用米米裤来作弊。有一件较大的案件是1990年，调查局去查到一组人，因利用补习班去招生，佮教因安怎用这个无线电来作弊。因伫全台湾招160外个学生，要去考联考的学生啊，佮去找12个已经咧读国立大学的学生啊，训练因去参加考试。因原本的计划就是叫这12个学生一个人负责一部分，入去考场考试，提早20分钟出来，甲答案拢总早出来，才佮用代号的方式传互坐伫内面咧考试的学生啊。因嘛有伫要考试进前，就甲这100外个学生集中伫同一个所在训练，教因安怎接收甲看有遐个代号。补习班是家己为日本进口零件，家己装发射器甲这个米米裤，这是真正一项好生意。因先甲逐个学生啊收5万块，也若有考调，因阁要加收10万。也若考调国立大学，阁爱增加5万。迄当阵，因请来甲答案写好，查出去的学生啊，一个人才付因2万块。有可能是因招的学生足侪，也阁全台湾拢有，就互人发现，所以也袂考试，就互人掠去啊。联考的时阵，有即款新的电信工具来头一步，毋是新闻。上早捌出现的是1974年联考，
都有人利用装伫耳仔内底的接收器。佮过无几冬，也有人使用的是无线的遥控器，也嘛有人惊去互敲着，所以甲遮的机械拢绑伫骹。有 BB 扣的时阵，因为炸 BB 扣去互人掠着的嘛袂少。当即个案件出来的时阵，足侪民众咧抗议。毋过电信局的讲法是，除非考试迄天全台湾规个系统拢总关机，也无因也无法度控制。佮再来 BB 扣上接出现的是伫犯罪新闻。1991年伫板桥有人厝内互人偷摕3万块现金、3张支票，佮一个 BB 扣。可见迄当阵 BB 扣也佮足贵的。这个贼仔就甲 BB 扣送互伊的兄弟去用，结果这个 BB 扣的主人就换卡 BB 扣，甲对方讲伊有代志需要有人斗3工，甲约出来到沙丁堡的一间加油站见面。结果这个人真正去，就去互警察抓去啊！即马听起来，这个做歹代志的人改成无啥巧，是安怎人约得去？毋过反倒爱讲。是咱即阵因为遮个科技犯罪甲诈骗变足济，甲大家拢训练甲变足小心，英国人较单纯。因为 BB 扣哪做哪进步，后来就会使摕来看股票、看天气。迄时咧时惊签六合彩的时阵，佮惊警察抓，组头就用 BB 扣互人落赌。香港开奖的时阵，就会使连面为 BB 扣看到消息啦。过来，就是对于办案的警察来讲，因迄时嘛有用 BB 扣找到死者的身份。像1991年有一个去互人烧去的尸体，已经看袂出人生做啥物款，伊身躯边在的 BB 扣拄好无完全烧去，所以警察请电信局去找内底的号码。知影这个人的身份。后来1998年伫清华大学发生的破盐酸的事件，迄时这个死者嘛已经认袂出来啊，所以是先看到伊平常咧用的 BB 扣，才去认出人的。因为大哥大嘛足紧就做出来啊，所以当电信局已经豆豆啊开放，要互 BB 扣改做民营，佫会当增加600万组号码的时阵。BB 扣的行情已经无遐尼好啊！伫头期生排半冬都无一定申请会到，佫会互人偷摕去的 BB 扣，真紧就变做是若去买车、办信用卡，甚至买音乐会门票都会送你的物件。1997年，中国时报捌做过调查，问遮的 BB 扣的使用者因是安怎要用。当然，工作上需要联络，也是找人，这是上主要的功能。毋过，因问到学生的时阵，遮个少年学生啊，的答案嘛真趣味。因讲 BB 扣会使摕来甲同学也是厝内人联络，嘛会当较紧知影一寡会当拍工的机会。也佫有，就是有一台 BB 扣的人，看起来介生朋友真济，交友较快。秘书是较重要的人，大家对 BB 扣也有印象的，应该是为有这台机械开始，台湾社会整体用数字来表达意思的方式是进步真济，嘛变作复杂。因为这台 BB 扣有一段时间，敢若会当显示数字，若有紧急的代志要找人，要对方赶紧打电话回来的时阵，就会写119。也若是写88119，就是代表爸爸有紧急的代志，赶紧打电话回来。当然，迄时遮的数字的发明，拢是对应华语创造出来的。像讲574、574，我气死，也是520，我爱你。新闻嘛捌写着讲，警察就找到一个专门会甲人抢劫的集团。因规团内底有家己编的密码，伊个写做一张表，内面是含城市拢有一个代号。1992年，交通部电信总局佫出版一本 BB 扣的代码表，
结果就有一位蔡先生出来讲，伊是伫真侪当前1988年就已经出版一本专册，所以电信总局的册是有侵犯到伊的著作权。当然电信局的员工是讲，这个数字就已经足侪人咧用啊，因只不过是甲一寡华语换做数字，无侵权的问题。若是即马转去看电子产品的发展，会当看到咱人是安怎豆豆啊适应这个新的科技，生活安怎受到影响，安怎改变。为即摆美美可复杂的事件，咱嘛会当看到讲，为着政治目的的人，若要伫这个电子产品做手，是真简单的代志。以台湾现在的处境，咱就要注意逐工咧使用的电子产品，也是电器用品，甚至是电脑软体，拢着看是倒位设计、倒位做的，为倒位来的，爱较细致的。大家若是对节目内底的内容有任何的想法，拢欢迎写批来甲我讲，嘛请会记得订电子报甲追踪这个节目，推荐予你的亲戚朋友，也是伫平台老五粒星留话予我。若是要赞助这个节目，伫节目的文字小解有医师批连啊。真感谢大家收听，我是现海妈妈，大家再会。